诗人杨子干甲这几年创作187首的台文诗，出版做一本小可休困一个台文诗集，内面唔但有人生的观点，也有社会人物的观察，希望用台文入诗，让人会当感受到台文诗的文雅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去。用台语念李白的《将进酒》，诗人杨子干伫新册发表会向大家来绍介伊新出版的台文诗。创作就是要看你的内容，伊内容适合台语，还是适合台文？台文的语音甲读音是无共的。像我读李白的《将进酒》，甲前3、4句你就听得出来，伊毋是台湾，毋是台语，它是台文。这本台文诗册作品当中，杨子干展现出诗文的多元性，有在地人物的记录，搁用诗文来编曲。你写的对象无共款，开口就应该无共款。如果你敢若纯粹敢若追求讲口气、开口，然后无照顾到诗或者是文章的质，安尼台语要推广就困难。特别是咱家己这个小所在、小人物，也互伊写落去，细条路、细项物件，伊也甲写甲活灵灵，拢有生命的存在，这是互我真感动的所在。这本小可休困一个，有得到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补助，内底187条诗，是杨子干这几档以来的作品，希望会当透过诗册出版，互更较侪人来认捌台文的雅气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